咱国位伫加勒比海的友邦海地，因为乌道作乱，想要占领首都太子港的机场，阻挡出国访问的总理亨利回国。海地已经进入72点钟的紧急状态。总理亨利伫初五人已经到波多黎各，国内的乌道嘛呛讲，因要发动内战，到亨利辞职为止。为保卫海地首都太子港的杜森国际机场免受武装乌邦的攻击，海地当局部署士兵。有现场人表示，伫甲武装分子冲突的时阵，有听到机场附近传出枪声，乌邦想要占领机场，打算予出国访问的总统亨利无法度转来。警察出身的乌邦领袖外赴航外切里奇也表示，若亨利无请辞落台，会无需发动内战。n'a gommé contre Ariel Henry jusqu'à ce qu'il vienne démission. 亨利的职务代理部长宣布进入72点钟紧急状态，也因为暴力事件，国际甲国内商业航班已经停飞几啊天。一阵大批生活用品、衫、鞋的古巴的人滞留海地。亨利最近行踪成为根据当地媒体初五报道，伊伫多名尼加关领空了后，伫波多黎各降落，为啥无直接回国？动机引起质疑。海地这几年来，和乌邦提为美国走私进口轻价的武器、蓝森子受到太子港、超多八成地区拢和乌邦掌控，民众是无法度生活。亨利顶礼拜访问肯亚寻求联合国安全部队接近协助慰安，期间国内帮派更加猖狂，伫街路甲警察相拼，佮冲击两个家家发动攻击，10外人死亡，数千个犯人逃出去，到即马无抓到。上新一摆冲突也让1.5万居民逃离家园。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。